最新的消息报予大家知影，中选会伫今仔日开会，宣告嘉南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连署的人数有到36909人，符合成立的条件。这个罢免案有成立，会伫咧10月13来进行投票。所以来，咱阁来关心到咱的外交消息。咱的友邦逼流的总统惠树人最近阁在指控中国用关公来干施压，爱和台湾断交。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今仔日是表示，真感谢惠树人总统，唔惊中国的威胁嘛，唔管因的诱拐，而且嘛指出中国这款的行为长期以来是对互相的关系拢无帮助，嘛呼吁咱台湾的国民会当替友邦逼流来斗拼关公。我也是在这里推荐一下哈，我们现在12个邦交国哈，当然我要固邦哈，也要靠大家，还是要用龙邦的方法。外交部长林佳龙受到邀请去国际旅游展览的开幕典礼致辞，伊嘛甲民众推荐会当去12个友邦来观光，其中特别讲到帛琉，因为帛琉总统惠树人最近佫一届指控讲，中国摕关公当作武器，想要互帛琉甲台湾断交。惠树人表示，帛琉需要经济发展，毋过嘛真注重价值观，因真珍惜甲台湾的邦交，嘛强调讲因愿意甲中国做朋友，不过毋是摕甲台湾的邦交来交换。用观光做武器啊，那也许一时啊可以影响，可长期来讲并无助于彼此的关系。也很感谢惠树人总统他能够不惧威胁利诱，珍惜跟台湾的友谊。我也要呼吁大家多去我们的友邦观光，帮他们拼经济。也来互看做是日本后一任首相的人选之一，也就是前防卫大臣石破茂，中日带带团访问台湾，互中国是搁一届丢卡顿地，向日本提出严正交涉。佮呛讲，日本若有政客想要阻挡中国统一，罢免会付出真大的代价。针对这点，林佳龙回应讲，中国战狼的外交效果是颠倒如歹。外交大家就是以对等互惠那来交往，战狼式的外交有时候是反效果的。中国的崛起，怎么跟世界和平相处，这个是一个重大的挑战。那理念相近的国家，大家结合起来，一起来做妥善的因应。林佳龙指出，台湾甲日本的关系真搭吧。日本的印太战略嘛持续落实已经白蛇首相安倍晋三伊提出的台湾有代志，就是日本有代志。关注台海和平稳定，咱国会持续甲理念相爱的国家来交流，确保区域安全甲发展。记者综合报道。